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啦！我係學民思潮嘅周庭。咁學民思潮同埋學聯呢，咁會聯同呢一個流動民主課室同埋中大學生會呢，將會喺26號至到30號呢，都會有一連串嘅叫做公民退休嘅活動嘅。咁學民思潮同埋學聯呢，就會比較主要係主辦26號同埋27號嘅公民退休啦，咁而中大學生會咧就會主辦翻28號至到30號嘅公民退休活動嘅。其實我哋一紮嘅學生團體啦，我哋見到喺雨傘運動1年之後，成個公民社會其實都進入一個非常之迷茫嘅階段。我哋唔知道點樣可以開啓新一場嘅民主運動，我哋唔知道我哋嘅民主運動應該點樣走落去。呢一個就係而家我哋嘅公民社會嘅一個現況啦。我諗我哋喺呢個時候，除咗講紀念，除咗講懷念之外，我哋有更加多、更加值得我哋去做嘅事情，就係去反思過去嘅經驗，去檢討過去嘅經驗，然之後去思考、去嘗試去探索將來民主運動新嘅一步。近來好多人會提出好多民主運動新嘅方向，包括係修憲，包括係公投，包括係甚至提出一啲新嘅字眼，例如係自決。但係佢哋係咪可行呢？呢啲字眼應該係點樣可以實現到喺我哋嘅民主運動之中呢？其實好多都係一個好未知嘅階段。而我哋好希望喺雨傘運動1年過去啦，1年我哋進入咗好迷茫嘅階段，但係呢個迷茫係時候要停止啦。所以我哋必須要繼續討論我哋新嘅民主運動必須如何走落去。喺26號同埋27號嘅公民退休嗰度呢，將會喺呢個天馬公園同埋最主要係喺立法會嘅停車場嗰度舉行啦。而公民退休嘅活動呢，入邊有好多嘅討論會同埋論壇，除咗係檢討過去嘅經驗，講究竟咩係暴力、咩係勇武呢等等，我哋過去喺雨傘運動經常會遇到嘅問題之外，亦都會講好多、探索好多我哋將來可能會面對嘅事情，包括會講香港嘅前途應該點樣走落去呢？香港嘅民主運動應該點樣走落去？又或者係香港究竟喺點樣處理中港關係？點樣處理喺世界成個政治板塊移動嘅問題？究竟點樣處理呢？呢啲問題究竟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嘅民主運動繼續走落去呢？學生嘅生活應該如何呢？呢啲問題我哋亦都好希望喺將來嘅公民退休嘅幾日入邊能夠嘗試探索到。所以學聯同埋學民思潮聯同呢個流動民主課室同埋中大學生會呢，喺26號同27號呢，就會喺立法會嘅停車場嗰度會有一啲嘅論壇同埋退休嘅活動啦。咁陣間個流程可以交翻俾羅冠聰再詳細講啦。而喺28號至到30號呢，就會喺中大嗰度由中大學生會主辦，都會有另外一啲嘅退休活動，去檢討喺唔同嘅角度，譬如由性別嘅面向啦，由勞工議題嘅面向啦，點樣睇成場嘅民主運動，有乜嘢係可以檢討，有乜嘢係要吸取經驗，有乜嘢係要繼續走落去嘅。咁而家可以交俾羅冠聰講一講26號同埋27號嗰個流程。係啦，咁啊，正如周庭所講咧，其實我哋成個公民退休系列嘅活動都係主要係以反思同埋展望將來作為主軸。咁喺而家大家都覺得好乏力嘅情況之下，睇下揾唔揾到一啲過去學到嘅經驗同埋未來嘅出路啦。咁所以喺26、27號咧，咁我哋主要就會喺立法會煲底嗰度咧，就會有一系列嘅講座，咁係由下午去到夜晚。咁講座內容包括一啲直接民主啊、中港問題啊，同埋世界政治等等嘅內容啦。咁如果大家手上面有學聯嗰份彩通嘅話咧，就可以見到其實當中嘅呢啲詳細嘅詳情係會寫咗喺彩通上面。咁我哋除咗即係呼籲唔同，即係對於喺雨傘運動1週年之後係心裏面有疑惑或者有一啲問題想問、想討論嘅人去出席我哋呢一啲公民退休一啲研討會之外咧，其實都希望就係大家亦都可以花多啲時間，唔同人都好都可以嚟做唔同嘅討論嘅，因為我哋其實喺立法會煲底嗰度係有呢啲相關嘅講座或者研討會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係 book 咗天馬公園嘅草地，咁其實我哋就會喺嗰度擺放一啲marquee 或者擺放一啲大家可以遮陰嘅地方咧，咁其實就係好歡迎各個唔同民間團體過嚟啦，或者係各個唔同嘅公民，大家可以享受呢一個公共空間，然後大家對於即係金鐘呢一片地方又好，對於成個雨傘運動又好，大家有啲咩困惑或者有啲咩想傾嘅，
都可以一齊過嚟。咁我哋係希望係喺呢兩日嘅活動當中係能夠令到好多對於1年之前有好多疑問，或者喺呢1年當中有好多困惑嘅人呢，係能夠一齊翻嚟天馬公園，翻嚟金鐘煲底嘅地方啦。咁我哋可以一齊解決呢一啲問題。咁呢個就係我哋926同埋927最主要想要做到嘅效果。咁其實除咗即係中大同928至30同埋呢一個學聯同埋學民思潮，仲有流民搞嘅926、927嘅公民退休活動之外呢，其實適逢今日都係9月22號，就係上一年學界罷課嘅開始啦。咁其實我哋都係同唔同學生會係籌組咗一系列嘅講座活動咧。咁呢啲講座內容都係關乎到即係頭先所講，我哋就希望反思同埋展望嘅一啲嘢，即係例如講警權啊，講一啲運動嘅邏輯啊，或者運動嘅策略啊，或者係講一啲地區工作研討會等等等。咁呢啲活動都係喺9月22號至到9月29號不等咧，就由唔同嘅大學學生會舉辦。咁都呼籲即係如果有學生係希望係即係想解決到自己一啲疑難嘅話咧，都可以去嗰啲嘅講座啦。咁而相關嘅詳情都係放咗喺大家嘅新聞稿上面，咁大家亦都可以睇翻。係啦，跟住咧就係中大學生會啦。咁中大學生會我哋就會喺28至到30號喺翻呢個中文大學嘅烽火台裏邊舉行一連串嘅活動啦。咁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其實922嘅學界罷課係由中大開始啦。咁我哋希望都會喺嗰度繼續去延續翻我哋嘅雨傘精神。但係所謂嘅雨傘精神唔係單單係喺民主運動方面，我哋係希望呢份精神可以延續去香港唔同嘅社會議題。因為我哋見到其實而家可能係後雨傘之後，其實大家都好迷茫，而正正就係透過去關心唔同嘅議題，我哋係可以去揾到自己興趣，揾到自己出路，揾到自己投身社會嘅地方。咁所以我哋中大學生會咧就係舉行咗7場嘅公民講堂啦，邀請咗唔同嘅講者、學者同埋嘉賓咧係去嚟分享就住唔同嘅議題去分享。我哋包括嘅議題咧就係有媒體啦、公共空間啦、警權啦、性別啦、高等教育啦，仲有就係藝術啦同埋土地嘅。咁就住呢7個議題咧，我哋希望可以帶更加多嘅討論啦，同埋更加多嘅反思咧，係就住喺唔同嘅社會議題裏邊，究竟同學啦，究竟唔同嘅市民啦，可以有啲咩身位可以去關注唔同嘅社會議題，可以有啲咩身位去到參與唔同嘅社會運動。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喺而家呢個即係呢個後雨傘嘅公民嘅休整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要好需要去反思翻究竟過去我哋喺唔同議題上面有啲咩問題，同埋有啲咩可以跟進嘅地方。而透過呢啲嘅討論，透過呢啲唔同嘅公民講堂，透過同講者嘅互動，透過參與者互相之間嘅討論，其實我哋係希望去找尋一個未來嘅方向啦。咁所以咧，我哋9月28號至到30號喺中大嘅烽火台嘅位置咧，下晝嘅時期就會係有每日有三場到嘅一個嘅公民講堂啦。而夜晚亦都係有一啲電影嘅欣賞同埋討論會，係希望可以透過一啲電影，亦都係可以帶到俾唔同嘅參加者有更加多唔同嘅反思，同埋可以參考其他外國嘅經驗啦。咁呢啲我哋希望咧係透過呢啲嘅活動，可以俾到參加者又好啦，同學又好啦，係可以更加多嘅機會去了解唔同嘅議題，而希望佢哋可以喺未來嘅社會運動方向喺唔同嘅議題裏邊可以參與到，而去影響到令到香港係更加美好啦。咁關於公民退休呢個系列嘅活動嗰啲詳情就大概係咁多。唔該晒各位。咁而家就有咗邊個？